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新北市中和2岁小男童恩恩为着病毒不幸来过往，关键呢81分钟，这通报甲转院到底有去牵着时间无？恩恩的爸爸讲，伊已经为卫福部遐摕到伊甲1922通话录音，但是安尼也无够完整，希望卫福部嘛会当提供1922甲其他的单位反向联络的记录。另外，新北市政府的卫生局甲消防局这边，佫是安怎来应对处理？嘛希望新北市政府会当来提供。本地新北市政府早起是要甲恩恩的爸爸来见面，当面讲好清楚。但是这个囡仔的爸爸讲，伊所需要的毋是说明，是真相，所以无甲因见面。我小朋友状况不好，我在电话录音里面听到我杀害我老婆恩恩怎么晕倒。赶快打119。恩恩爸爸想到后生伫面头前倒落，目屎嘛对咧连落。2岁宝贝后生为着病毒不幸过身，做爸母的除了思念，阁会找出真相。第一步，恩恩爸爸伫昨暗时已经对卫福部摕到含1922的录音档。192跟我之间的录音档没有什么问题，没有遗漏。我缺的是1922接收到我2次求救的记录在案中，他们转送出去的时间点，然后找到的窗口是谁。摕到头一个含1922的录音档也无够，恩恩的爸爸嘛希望卫福部会使提供1922含其他单位的联络记录。我老婆在5点59分拨动119收到7点20之间通话记录的录音还原，还有就是119消防局或他们内部勤务中心回电给我们的专线的所有通话录音。第二部分是新北市卫生局在6点50分第一次回电，也是唯一通的回电，是说他们收到我们的消息，正在联系医院收治。目前要欠新北市政府报案119了后，上叫安怎应对处理？原本新北市政府希望透早直接见面说明，不过恩恩爸爸强调，因来的不是说明，是实际资料，所以决定不见面。第一个时间知道恩恩爸爸的需求以后，就把相关的资料都已经整理好。跟恩恩爸爸约在今天早上见面，本来已经是约好了。那经过了几个小时后，可能家属呢有另外的考量，所以呢就暂时的取消。恩恩的爸爸表示，了解完整的代志真相了后，若是有无完整需要讨论，会和太太正式用新北市政府当面讨论请教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